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投資最容易嘅頻道。嚟到5月份，銀行定期存款比較，支持頻道嘅發展，歡迎大家加入做會員。先同大家更新翻市況，睇翻上一個月，美股都仲係破緊底，喺38,000幾點，不知不覺一個月呢又上到41,300啦，上翻3,000幾點。大家有冇把握呢個黃金機會入翻市呢？過兩日就係5月份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開會嘅日期啦，就會係喺5月6號到5月7號嘅。市場普遍預期嚟緊呢一次過兩日嘅議息維持不變，指標利率維持喺4.25%到4.5%呢個區間。聯儲局已經連續3次會議維持利率一樣嘅。嚟緊下一次減息會係幾時呢？當然取決於美國嘅數據啦。當中最新公布嘅3月份 PCE 按年上升2.3%，比上一個月份就升慢咗好多啦。咁啊，市場預期通脹壓力就慢慢減退。雖然過兩日開會減息嘅機會不大，市場開始預期下一次減息機會就會係55.2%，多過一半。而去到年底，市場而家預期就大概由呢一刻開始就減3口到4口息嘅。反映息口嘅當然係美國國債啦。我哋可以睇到短期嘅國債1個月期到6個月期嘅國債普遍孳息率都喺4厘以上，去到1年期就唔夠4厘，得3.94厘嘅啫。但係睇翻超長債20年期同埋30年期去到4.7厘嘅，都相當之高。講翻香港呢邊，咁啊啱啱公布啦，港元就強勢，金管局就超過4年嚟第一次就接錢，因為近期大家都會睇到啦，港匯就處於強勢嘅，咁就貼近呢個強方兌換保證啦，就7.75。喺5月3號，金管局就喺市場上邊承接等同於465億港元嘅美元沽盤，就喺2020年之後就第一次嘅，咁就令到銀行體系結餘就會下個禮拜3就增加到913億元啦。資金流入究竟對銀行定期存款或者拆息有乜影響呢？咁我哋要有待觀察啦。同利息相關嘅其中一樣，當然就係新造按揭利息。如果係 HIBOR rate 就會係 H 加1.3%，咁而家 HIBOR 1個月銀行同業拆息就會係3.98%，實際按息就會係5.28%，比上個月就升咗0.5% 嘅。咁另外就最優惠利率啦 ，P rate P 減 1.75% 就維持不變，實際按息3.5%。嚟緊息率就應該開始有啲變化啦，大家就諗下點樣部署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睇唔同銀行嘅定期利息最新係乜嘢。如果大家準備去旅行或者計劃去旅行嘅話，申請一張旅行專屬嘅信用卡必不可少啊！每一個月都有唔同嘅信用卡優惠，睇下有冇邊一張啱自己嘅。專屬連結我會放喺資訊欄，大家有興趣可以撳入去睇下。第一間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全新資金定期存款推廣，佢有個98日、188日嘅定期存款。如果係工銀財富或者理財金客戶，港幣80萬或以上，98日3.38%， 188日3.2%。如果你係工銀財富、理財金、理財 e 時代或者綜合客戶，存款金額港幣10萬或以上，98日3.33%， 188日3.15%。另外佢仲有個網上定期存款優惠，港幣存款金額5萬到80萬以下，3個月3.15%， 6個月3厘，12個月2.75%。第二間匯豐銀行港元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，如果你係匯豐卓越理財專上客戶，存款金額港幣1萬或以上，3個月、6個月有3.1%嘅。另外啦，如果你係匯豐卓越理財客戶，同樣啦，3個月、6個月都係3.1%。匯豐 One 客戶定期存款3個月、6個月就會有2.9%。第三間中銀香港新資金特優定期存款，港元1萬蚊或以上，如果你係私人財富或者中銀理財，3個月2.9%， 6個月2.8%。如果你係自營理財或者自在理財，3個月2.8%， 6個月2.7%。呢個大家留意啊，中銀仲未更新5月份嘅，咁呢個仲係上個月嘅利息。之後到第四間中信銀行國際，繼續佢嘅大富翁存款，最高活期年利率去到 5.08%， 由即日起到5月30號，登記大富翁存款並且存入合資格存款，就有以下額外年利率，
會分成3個階段嘅。第一個階段登記日期起去到6月30號有2厘08，第二個階段7月1號到31號就會3厘28，第三個階段8月1號到31號就會係4厘68，然後到第5間大眾銀行香港港元定期存款，3個月期3厘15，6個月期都係3厘15，12個月期2厘95，呢個存款金額介乎港幣10萬到50萬之間。然後到第6間富邦銀行港元存款，如果你係去到50萬或以上，用富邦 Plus 手機應用程式就有以下特優港元定期存款優惠：3個月3厘35，6個月3厘25，12個月3厘1。如果你係落分行做嘅，分行定期存款，存款金額港元100萬或以上，港幣3個月3厘05，6個月2厘95，12個月2厘8。然後到第7間恒生銀行港元定期存款，特優年利率，港元存款金額1萬或以上，3個月期3厘，6個月期都係3厘嘅。大家要留意翻啦，如果係喺分行或者電話理財呢，利息有機會會低少少嘅。假如你係喺優越理財戶口或者係綜合戶口等等。第8間渣打銀行網上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，新資金港元1萬或以上，3個月3厘，6個月3厘1，12個月2厘8。另外，渣打銀行有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，同樣分3個階段，由開戶日期起去到7月1號2厘9， 7月2號到31號3厘，8月1號到9月1號就會有3厘2啦。第9間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繼續佢嘅月月增息儲蓄戶口，由即日起去到5月20號，客戶只需要開立月月增息儲蓄戶口同埋登記月月增息優惠，並於存款開放期內存入資金。港元最低存款金額5萬，第一個月利息1厘，第二個月1厘5，第三個月就會有2厘5啦。第10間星展銀行 DBS 網上定期存款優惠，如果係新資金嘅話，一般星展客戶港幣5萬或以上，3個月3厘15， 6個月3厘，12個月2厘4。如果係現有資金，3個月3厘15， 6個月3厘1。12個月2厘35，唯一分別呢就會係喺12個月嗰度。然後到第11間東亞銀行至尊理財港幣1萬或以上，新資金3個月3厘，6個月2厘9， 12個月2厘7。第12間招商永隆銀行港元存款利率港幣50萬以下，3個月3厘05， 6個月3厘05。12個月3厘。第13間 Citibank 全新客戶定期存款優惠，港元最高3.9%。一口氣睇咗咁多間銀行定期存款嘅比較，可能大家唔記得，唔緊要，同大家整咗個表，做翻唔同銀行嘅利息3個月期、6個月期同埋12個月期嘅利息，同埋做埋個變化。好明顯啦，大家會睇到同上一個月比呢，普遍都係減咗息嘅。而家3個月期、6個月期勉勉強強企到喺3厘。可能之後再減多一次呢，就3厘都冇噶啦。呢個月5月份香港銀行定期存款講到呢度啦，下一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